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叶牧师。7月14日，以诗篇来祷告的改变因子4，传达资讯。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诗篇108到109篇。RPG 我们要祷告的金句记载在109篇26到27节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帮助我，照你的慈爱拯救我，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，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事。达密啊，这一个让人感觉他很有智慧，跟神关系很好的仆人，他这样说：圣徒无论落在什么样的光景中，都有权利可以来到神面前寻求恩典，做随时的帮助。特别是那个最困难的时候，你最吞不下去的那个委屈就是到神的面前。今天的这2篇是很不一样的。怎么样不一样？是108篇。当我们在看到这些诗人，他特别是大卫，他在这篇的诗当中，他其实是有节录了57篇跟60篇，把它结合在一起。他是一个祈求上帝帮助以色列抵抗外来的仇敌，还有邀请他身边的朋友一起来唱诗赞美上帝。哇，很奇妙恳求上帝来抵抗外来的仇敌，邀请朋友来，身边的人来，不是一起打架不是打群架，而是一起来唱诗来赞美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让我这次在读的时候再次提醒，也愿我们被神来提醒。什么是赞美呢？我们有想过吗？不只是唱歌赞美不只是唱歌，有太多的时候，那赞美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你举起你的手，往一个方向用力丢出去，丢到那个目标，你用你的全能全人全心全意全力往那个目标，你把它丢出去，甩出去。甩的是什么？甩的是我用我的生命经历到这位上帝，你是全能，你是公义，这位上帝你是永不放手，这位上帝你是在我在困难中委屈当中，主啊，你是我唯一的依靠主啊，你是这一位，我要赞美你，因为我原来在罪恶的深渊，但主啊，是你用慈神爱手把我捞起来，把我拯救起来，把我救拔出来那个罪恶当中。赞美是这种用全力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力量吗？用生命力。有时候或许你现在感受到音乐牧师，其实是你会觉得我是激动，但音乐牧师要说，我每次讲到神那种我所经历的，他所赐给我生命力，我很难不用我全心全意去赞美这个对象，把他就是抛出去，纵使把我的生命抛出去，我都愿意，因为那位神他要接住我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象，在这篇里面一开说，神啊，我心坚定，我口要唱诗歌颂你。琴瑟你们当兴起，我自己要及早醒来。耶和华，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，在列邦中歌颂你，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，你的诚实达到穹苍。神啊，愿你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求你应允我们，用右手拯救我们，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。怎么得救？神，你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，我要欢乐，我要分开世界，丈量疏割谷。基列是我的，玛拿西是我的，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，犹大是我的杖。
下面不断的在讲出他们要去征战的地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征战是什么呢？我们的敌人是什么呢？诗人到108篇12节说，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，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，我们依靠神才能施展大能，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遇到困难跟挑战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我们找神，找人，找资源，找够力的，有靠山的，要找够神的啦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先来赞美这位神。当我们将我们自己全心投入来赞美这个对象，是值得我们依靠全心投靠的，哇，我们的力量就不一样。神也给我们他的智慧。当然当我们一赞美的时候，我们原来全身上下那些重担，你要把手举起来来赞美，把自己投出去，你太多重担是没办法吧。甚至我们都把我们重担给投出去，因为牧师曾经说过，交托就是我们把它甩出去。我们的主不怕我们甩黑锅给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？我们遇到什么事情，我们都来赞美这位神。在109篇，这位大卫，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真的是真的人真的是有时候很难啊，所以我们随时需要神依靠来帮助提醒我们，赐神爱手，让我们的嘴巴只对神，但不要对人，因为我们的神撑得住，而我们的嘴巴不是埋怨不一样而是我们那个情绪可以交托给神，把那个事实跟神讲，事实就好了，你不要去解读这些事就像我们是讲那个新闻事实。所以在109说，我所赞美的神求你不要闭口不言，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，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，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，又无故的攻击我，他们与我为敌，以报我爱，但我专心祈祷。他们向我以恶报善，以恨报爱，愿你派一个恶人管辖他，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。这个诗人这个讲得太神了讲出我们心中的那个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讲出这一些以后，你还有情绪吗？就像我们前几天讲，我们透过诗，透过这些诗人所做的，我们真的是，我们透过祷告是在祷告而不是只有唱歌而已，是透过这样子，我们真的是能够圣灵与我们一起祷告，历世历代的这些前辈大卫这些诗人也好，让我们情绪得到疏解，我们才不会那个内伤。当如果是我们这个内伤，我们的解读是我们自己伤自己，那么我们就要调整我们自己原生家庭，是不是应该要矫正重现，是不是我们这个人先被神医治。我们也透过诗篇，我们来行为来模仿那些正的，像大卫今天在我们的读的第2篇里面109篇这些所谓恶毒的话，我想我们不要模仿我们就禁止，我们嘴巴不要说。我们神也说在圣经中，我们这个嘴巴不拿来赞美神，又拿来这个不祝福，这个讲恶毒的话嘛但是我们的神承受得住，我们的神要我们对他诚实真实。诗篇其实可以让我们对神真实，神没有要我们假扮我们不用太硬，不用那行为我们就模仿。讲完这些情绪以后，我们就要领受神给我们的那个资讯。从今天经文我们看到大卫他知道赞美神完以后，神就透过
这个诗篇给他资讯，给他知道这个地应该怎么样。我们看到这个诗篇他很有规划的他把他的每一个地，他要去征服的地他都讲出来，而且他都有图像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是可以求神给我们图像，我们更具体，或者是主啊，求神你帮助我调整我这个具体的是不是不合神你。所以在祷告中，神是会给我们智慧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昨天我有听到那个阿嬷，没有读书的阿嬷后来信主，记得吗？她从她的婆家被赶出来以后，她竟然可以做生意做得很好，而且她合伙人是当时候的所谓的女子第一中学，就是现在北一女，一个没有读书的跟一个北一女一起做生意，而她脑筋非常好。每次人家就问她，她不认识字，问她说你怎么有办法有这种智慧聪明，她都说我从神来的，我从神来的。她不认识字怎么看的？她后来学北魏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智慧从神来，我们祷告神，神要开我们的心眼，开我们的智慧。所有的资讯不用从 Google 来，真的神会从这些让我们挑选那个我们需要我们够用的。好不好？我们来默想诗篇109篇中有关恶人下场的描述，是否显示诗人的爱心不够，以致他祈求神将咒诅赐给他的仇敌呢？恶人的恶报受咒诅，这现象跟神的作为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要学习效法的是什么呢？神传达给我们的资讯，我们接收到的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谢谢你，你这么爱我们，你爱我们全人身心灵，甚至你像这些 Google 一样，你比这些世上的学问更有智慧。你透过你几千年来的话，你就是传达给我们，使我们不管在什么情况，我们到你面前领受你的恩典，你的智慧，我们随时都要得着帮助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耶牧师祝福你，今天我们要有神的智慧明天见。